台湾观众全都有讨论嘅现场，那嗰個記憶呢是喺2019年元旦呢，原來回顧了40年前1979年嘅元旦兩日，對台灣來講，對中華民國來講，咪係個動態嘅轉變。今晚呢，每種團購呢，韓國呢，美國同中共來建構，美國係用嚟個台灣關係法來規定呢同台灣之間嘅關係。今日來倡導嘅來賓呢，是喺聯合報嘅副總編輯郭瓊倫。副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副總，我想第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說就是我們回顧到這個40年前1979年的元旦，對台灣來講，對中華民國來講，都是一件很風雨飄搖的那一年吧？那個時候，從那個時候開始，台灣就是中華民國跟美國正式的斷交，然後那一天開始，這個大陸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國正式建交。對於我們來說，因為美國是台灣最大的經濟上面是外銷市場，在軍事上面一向都靠美國的協防條約在保護台灣的。那隨同斷交，同時協防條約作廢，所有的美軍也撤出。當時台灣真的是人心惶惶，很多人擔心接下來可能大陸就要這個進犯台灣了。是。那這個時候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說，當年美國它立了一部叫《台灣關係法》，剛好它的實施日期是1979年的1月1號，但其實它是4月才由這個當時的 Jimmy Carter 總統所簽署的這樣一個法律。那這個法律在當時對於台美之間關係來講，它的地位跟重要性是在哪裡？因為在美國跟台灣斷交了以後，究竟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夠繼續的維持美國跟台灣之間的各種各樣的關係啊？當時大家就在想用什麼方法來規範。大家都覺得應該要有一個適當的方式，但是又不是一個外交關係。那當時就有人想說，是不是有可能由美國國會來立一部法？這個法可以要求美國政府，這個是立法機構要求美國政府的，繼續的維持人民跟人民之間，也就是台灣人民跟美國人民的適當的關係。我覺得台灣關係法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產生出來的。產生的時間其實有一點倉促。老實說，這個法律原來定出來的時間是4月卡特總統才簽的，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但是他把生效時間追溯到1月1號，一開始還不叫台灣關係法，叫什麼？叫做台灣授權法。對，這個是卡特政府送到國會裡面的一個很初步的一個立法，是主要經過國會裡面，尤其是美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當時的主席丘茨啊，他開了聽證會。當然，這不可否認，這後面有我們的當時前大使館的人員，還有一些民間人士，後面經過很多的磋商，才加到裡面，變成一個比較可行的一個法律。是，所以最後產生出來的這個法律就叫做台灣關係法。他還特別把這個副總你剛剛提到，他有特別把它的生效日期提到這個1979年的1月1號。是，他這樣做的目的有沒有是他的目的在？生效時間提前當然是擔心啊，就是說在這2個月當中，會不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讓整個這個台灣的利益有受損？譬如說我們的雙向員，如果說大陸認定這個是大使館的財產，他要接收的話怎麼辦？所以我們當時也是利用別的方法，比如說我們用很便宜的方式，1塊錢，我記得捐給一個公益團體，讓他來維持。一直到很久以後，這個公益團體再重新把這個雙向員，我們當時的大使官邸再重新交付給我們，然後有法律保障。所以當時很多的時候，因為事出突然，都要用這種方法來應變的。是。
那其实这阵子我有看到说，有当年几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台湾关系法它的诞生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其实好像是从1972年这个上海公报签订之后，其实是不是我方就已经有在准备说，随时都有可能有这一天的发生？刚刚主持人讲一点都没有错，就是说我们在台北一直很多人拒绝承认这个事实，认为这一天我们可以继续拖下去。大家知道1972年，这个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以后，签订了这个上海公报，接下来是建交公报。那我们一直认为，因为国会里面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当时很多总统基于现实的考虑，首先你如果要跟大陆建交的话，你必须要考虑跟台湾要怎么样继续维持关系。所以尼克森虽然是自己第一个到中国大陆访问，但他自己不敢建交，尤其当时他有水门案，很多政治的这个丑闻缠身。那后来到福特他也不敢，一直到卡特的时候，他才做了建交的这个动作。对于我们原来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所以虽然心里面有准备，但是这个案子一直迟迟没有最后定案。所以你说事先有准备也好，但是最后事实上也很匆忙，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想就可以，必须要美国国会还有行政当局都要配合才行。那可是副总，我看到这个台湾关系法。其实它内容好像大部分就是在保障，就是台美之间怎么互动嘛，包括说它有些原则，比如说它建议两岸要和平的对谈，然后呢要维持所谓的现状，那时候就已经讲要维持台海之间的现状，然后包括说它的军售也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那当然还有另外几个比较重要的，像是这个台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怎么维持啊，还有包括 AIT 的设立也是在这部法里面。那当时好像对岸的领导人邓小平知道说这个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好像气得跳脚，然后说那个台湾的蒋政权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对，那这部法它是美国的国内法吧？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国际条约吧？不是的，因为美国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了。当然，美国没有这个理由再跟中华民国订立一个条约。这完全是一个美国国内的法律，是美国立法单位要求行政单位必须要执行的一部国内法。但是，大家不能够这个小看美国国内法。老实说，美国是一个世界霸权，它在很多时候，它会把国内法的适用优先于国际法。它国际条约是另外一回事，美国在很多时候它可以不顾国际上面的规范，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国际战犯法庭，有些时候他们希望能够要处置美国的军人在战地犯下的罪行，他们犯下强暴或者滥杀，但是美国强调说，我是以我自己的军法来首先适用，我不会管你国际的，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在韩国、在日本驻日或者驻韩美军犯下的案子，他们都不是经过这个当地的，他们都是由美国军法先处置，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的就是美国认为它是一个世界强权，它的国内法的效用往往优先于国际，这个就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了。究竟在前面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上海公报跟建交公报里面所规定的事项，跟台湾关系法之间有抵触的话怎么办？现在的方式是大家稀里糊涂，美国看它最好，它的利益最能够被这个满足的时候，他们就适用哪一条，所以它的里面有相当程度给美国的当局有它可以自由裁量的余地。所以说，等于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国内法的关系来框定它与一个没有邦交国的这个关系的运作了。这个是首先，在我的印象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国与国的关系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规定，这应该是从所未有的创举吧？是。那
那个副总，你刚才也有提到说，这个美国常常用它的国内法来适用，优先于它的可能很多国际条约。但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其实在美国的自己认知当中，它的优先顺序一定是优于后来的这个817公报嘛。那后来就是，其实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其实也认为说，这样的保障似乎还不够。中间曾经有提过一个叫做《台湾安全加强法》，那当时也送进了美国国会了。那为什么它最后，这部我们所想要推动这部法，最后它在美国国会是被搁置的？台湾安全加强法从以前一直到最近几年，一直有人提。那这里面其实它明确的规定就是。台湾关系法是优于817公报以及其他的相关规定的，里面还有规定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事交往要加强啊等等，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如果美国在适用上面有自己裁量的余地，不要限诸于文字的话，大陆还可以接受。你要是把它限诸文字，大陆就认为这个是干预它的主权。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里面有3个重要的公报，就是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以及817公报。817公报其实是1980年雷根总统选上了以后，雷根在竞选期间他就一直说我要恢复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这让大陆非常的火大，而且他很紧张，担心是不是刚刚建交两边又要断交了，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跟雷根这边有发生很大的摩擦，然后双方希望能够有订立一个新的文件。来规范彼此的关系，这就是817公报。等于是双方的对于台湾问题的行为准则咯。是817公报里面明确的讲说，虽然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讲继续对台湾的军售，但是这个军售量跟值都要逐年递减。台湾想糟了，如果说照那一年开始的标准逐年的递减的话，那到最后我们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那这不是变成0了？其实并不是如此，这就看得出来台湾关系法跟817公报之间的矛盾的地方。在台湾关系法里面仍然规定说，基于台湾的防卫安全需要，美国必须要提供适量的武器。那这个东西现在美国是军售都会准照这个标准，凡是大陆它的军力越来越强。它的比如说新式的战机逐渐出来，那美国就必须要提供台湾相对的，来讲都要相对的，对，这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变化，没有错，没有错。所以817公报在这个时候就形同具文了。那在这个同时，雷根私下还给我们一个所谓6项保证。这6项保证呢，当时也是不能够借诸文字的，就是说这只是口头传达。这6项保证里面跟军售有关的。包括美国仍然会不会对于对台军售设定期限，美国这个不会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更重要的是美国跟对台军售不会事先跟中国大陆做磋商，这几项保证啊，我觉得基本上面是给台湾一个定心丸。虽然我签了817公报，但是我的精髓都在这6项保证里面，而且是符合台湾关系法的。是，副总，我们今天先休息一下。那是今比上半场的内容，下半场呢，能继续来关心下台湾关系法就已提供哦，后面未来韩国修正，韩国呢未来还会带来哪条影响？先看一下。但观众第四全都讨论来现象。副总，我想接续一下上半场，刚才没提完。像这个，你刚有提到说这个6项保证这个部分，那其实台湾似乎长期以来一直都希望推动这个6项保证，能够把它具体文字化，甚至在2016年美国国会似乎也有通过这样类似的一个文件或者是文字。6项保证其实当初根据前夫的回忆啊，是美国的官员
对他讲说，雷根总统在817公报的时候，同时也给台湾的6项保证。他的6项保证不是一份文件，而是就口头的讲。他是口头的承诺吗？口头的承诺，我们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一直有一个6项保证，因为前后美方官员重复的时候，文字都一模一样。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这6项保证变成宪诸文字，所以我们在过去的30年来一直希望经过国会，譬如说，在国会议员跟我们比较好的，在问美国官员的时候，要他重述6项保证是什么，然后放在国会记录里面，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因为美国国会开始对我们的关系特别友好，而且行政当局也愿意开始讲了。因此在，比如说亚太驻青的证词里面，他把6项保证开始放进去了。那我们是希望在未来，比如说有类似像台湾安全加强法的里面啊，能够把这个6项保证能够再进一步的把它明文化，这个对我们的保证会比较大。当然，您刚刚提到说希望能够保证台湾，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今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台湾旅行法。从这个台湾关系法到台湾旅行法，这当中的差异，是不是我们也看出就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实质的关系有一个进展？那另外就是说，其实近年来有人主张，是不是台湾关系法是不是还要再修正？那当然有好有坏。那副总你怎么看？我先谈后面这个部分。当然，台湾关系法如果是能够再修正，能够把我们前面讲到的关于6项保证，以及现在最近修订的台湾旅行法相关的部分都放进去的话，这个对我们保障当然比较大哈。但是老实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当时通过的这些国会议员，现在很多都垂垂老矣，有的退休，有的已经过世。在国会里面，真正知道这个来龙去脉的不是很多人。那趁这个机会能够做一个整理，是对我们也是好的。但是把它明文化，其实会让中国大陆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吗？没错，尤其大陆会觉得你这是得寸进尺。他们长久以来就已经把台湾关系法视为眼中钉了。你现在要全面的要升高等级，这个对他们来讲当然是更过分的一件事情。回到台湾旅行法，克林顿总统啊，当时在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修改了一个内规。让台湾的官员到美国来旅行的话，只有6位身份敏感的官员不能够到美国来，其他都可以。不是说不能到华盛顿来，包括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以及国防部长在外交部长等等。那在那个之后，就发生了李登辉总统访问康奈尔的事情。这个事情让美中的关系空前的陷入一个紧张，那大陆在之后对于这事情就看得非常非常的紧啊。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老实说，在过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甚至我们的国防部长也都到了靠近华府附近的地方，对，像国防部长参加那个华美就是国防工业会议。甚至有副部长都已经进入五角大厦里面开会，我知道杨念祖就去过。但是这个如果也要把它明文化，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可是这一次台湾旅行法就公开的讲，让包括总统在内的这些相关官员可以到美国来访问，甚至可以到华府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当然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在台湾，很多人就说，应该至少让外交部长或者是一些身份敏感的突破一下，到台湾旅行法去试试水温，试试看看美国同不同意。那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蔡英文政府仍然非常的敏感，他非常小心，因为您知道，总统如果是到美国过境的话，这里面很多讲究的，包括是不是在美国国土。本土过境，还是在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过境，包括是不是在东岸或者是西岸过境，包括是不是在纽约过境，这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讲究。那除了
大家知道的这些舒适方便这些原则以外，还要看当时的政治气氛而定。是。副总，那我们看到说，最近这个美国联邦参议院又通过叫做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那这个法案呢，它似乎又有了，就是除了支持台湾之外，那当然它似乎也回应，就包括之前的所有美国对台的一些措施跟政策，全部都要包含在里面。那当然，这当中是不是也显示说，其实美国最近对亚洲这一块的情势，包括中国的发展，其实它有一个 concern 在。亚洲倡议法案其实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法案，它其实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把它从在国会里面做的相关规定啊，是，那也把我们这前面讲的部分都放进去了。但是这个里面虽然现在两院都通过，我是担心它可能最后不会成为一个法案。老实说，美国总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他可以公开的就否决这个法案，这是一个。但是如果是你有大多数2/3以上的多数要通过的话，他很担心这个否决会被推翻，所以往往国会送过来的，他可以干脆我就不要签，让这个事情就过去。到了国会到下一个会期，他还是得要再提。所以技术性的这也是算另外一种否决。我们看到这个会期已经结束了，会期结束之前。两院是通过这个所谓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到川普手上，川普可以完全不动作，就是口袋否决了，没有错。这个方式，我想主持人你也很熟，这是不要伤面子，但是同时也尊重国会，又不会触怒大陆的一种方法。是，所以它等于是有一点要宣示我的战略方向，但是却又不敢在这个时候太明挑这个敏感的神经嘛。我觉得现在跟大陆之间正在贸易战的时候，那节外生枝对于川普来讲并不有利啦。那尤其是大家都一直知道，台湾是一张现在目前美国川普政府的王牌。但是你用的好的话，是给大陆压力。像川普没有上任，跟蔡英文总统通的电话，但是用的不好，往往会让大陆对于你的整个的那个等于大陆会认为你在挑衅，会触动这个非常敏感的神经。讲到这个节外生枝啊，日本最近有一部分的友台人士提了一个希望说，日本也能立一个类似台湾关系法来框定整个台湾事态。当台湾周边有事态的时候，美国的作为，副总怎么看呢？这一个未来可能这个叫做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它有可能成立吗？或者又会被美国认为它是一个对它有伤害的法律？因为台湾关系法在这个40年来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每个跟台湾关系好的国家都希望能够仿效。我也听到有印度也有人想要提类似法律，但是日本最成熟，主要是因为安倍第2次执政以后啊，他的弟弟岸信夫原来希望能够提这个台湾与台湾关系法日本版本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太敏感，就暂时放下来。现在我知道是主要一个跟李登辉在日本之友的他们比较有关系的一个财团，希望能够提。但是现在的提法跟我所知道的美国版本的台湾关系法不大一样。这个有一点像是规范目前日本跟台湾之间的所有人员往来的一个综合性的法律。里面最敏感的所谓安全的部分，日本并不说我可以直接提供武器或者是相关的科技给台湾，而是要美国来介入。对，因为日本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他绝对不会自己出头来做的事情。是他其实做事情也非常的拘谨，万一台湾有事态，我要美国强力来介入。没错，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周边事态。日本可以协助你美国来处理这个事情，台湾周边事情，但是你还是要美国出头。你要我自己碰，我可不敢这样子嘛。这民族其实有时候也会有其实它本身的利益的考量。当然就是尤其是像最近台湾最近的策略有点像是和中亲美，然后呢友日。那我们现在2019要进入2020了，那又刚好2020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年哦。
那这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怎么样会比较好，比较不会触动到这个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中国中间三方关系的一些敏感的神经。这个所谓和中亲美友日，这个是马总统当时在选举2008年的时候提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情况并没有像现在这么险峻。老实说，当时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没有像现在冲突这么高哈，所以你在亲美跟和中可以同时做。那现在的话，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的处境是更为险峻，所以他现在要做，往往会变成左右得救啊。像习近平都说他已经掌握了两岸议题的主导权了。所以我觉得，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往这方向做，就是说，现在日本跟印度都在做避险，他们跟美国很好没有错，但是同时也跟中国大陆在发展关系，他们安倍或者是莫迪都见了很多次了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难跟大陆发展出一个管道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应该跟大陆发展出一个可以对话的管道，畅通的双方的沟通管道，回到马政府那样的时期吗？未必要真的回到完全的九二共识，但是至少有一个对话的方式，让大陆能够放心，我们台湾不会做出有损你利益的事情。同样的，国民党将来也要显示，它不只是可以处理两岸关系，它跟美国的关系也要非常的重要。